故意不遵從指令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唱反調呢？即係明知老師、家長或者其他人有要求嘅時候，但因為反感、唔服氣或者想表達自主，選擇有意違反或者忽視。呢種行為呢，其實都好常見，背後可能係因為渴望被重視，對規則唔理解，又或者係情緒未被好好處理。例如，老師要求全班交功課，但可能有啲同學偏偏拖延到最後一刻先交，甚至故意交一張白紙。嗰個同學心裏邊其實知道咁樣會俾人鬧，但係就唔想乖乖聽話，覺得咁樣做先可以表現到我有自己諗法。但係咁樣嘅反抗方式唔單止會令到成績受影響，亦都會令老師對佢產生誤解，甚至影響同同學嘅合作關係。要改善呢一種情況，第一步就要學識表達自己。例如可以冷靜咁樣話：我有唔同意見，不如大家一齊討論下，而唔係用行動嚟表達不滿。第二，要明白遵從指令唔代表失去自我，而係學習責任同埋合作。第三，可以嘗試理解指令背後嘅原因，有時可能只係老師或者家長出於關心。尊重同理解係雙向嘅，學識溝通就可以少一啲對抗，多一啲成長。而反叛並唔係錯，用啱嘅方法發聲，先可以真正令人聽到你嘅聲音。想聽更加多嘅故事，可以致電27778899按2字，或者喺 YouTube 度搜尋小樹窿電台 Podcast 頻道重溫。拜拜。